唱一八声曲，八声曲，妓女滚天地，滚天地。世间本百态，从来多纷争。帝王将相病苦生，病苦生。哦，此间真情，见真情。哦，此是真情，是真情，是真情。小娘子玩生事啊！哎，皇上早宴的事你看不懂，不是陪我进去喝两杯啊？去！哎呦喂！哎！笑什么？月牙，怎么了？在今夜司机不小心摔了一跤。还站着干什么？到那边贴去！是。哼，他们缺了什么呀？嗨，一日早宴帮。早宴，嘿。朝廷爷爷杀早宴，百姓爱见青天，看世间，洛阳有草谢公殿，我的儿配要约。3年，娘君，外面冷，快进屋去吧。娘君，表兄一去
的道理呀。月娘啊，还是你回到娘家来住吧。唉，你年纪轻轻就没有了丈夫，我不放心啊。月娘啊，听娘有一句话，住到我这里来啊！娘亲，您老的心意我明白，可是我在长安的小店怎么办？家里的小姑谁来照顾？哎，娘亲，我离不开那里呀。常言啊，寡妇门前是非多。娘舅是担心你被别人欺负哦。娘舅，他什么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十里门后是当路，姑嫂相依同为民，顶天立地三丈夫，身在世上莲，道在世上梦，娘舅年老三月去，莫在一生受其苦。这酒店水响也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再难娘舅也要睡下去。什么声音？走！你都在这儿，你们俩到那边去。好，往这边走。好像又是什么贵人来违章当列了，道路都不许通行了。唉，又是违章当脸。看来今天我这小弟是没有生意喽。快！快点烤啊！是，快！快！转草4本，洛阳之贵。冯德义，正在。你是早眼观主，这罪章你看看。是。啊，这是洛阳城堡的一首范诗。范诗？是啊，这是到处传唱，人心为动啊。什么范诗？你读来听听。是。穷色极欲马水亮，金玉皇后大地荒，绝域奈何多健忘，大兴土木贪无常。常王，
竟把我比作这样的。这事是何人所做？徐州乃有一秀在山东北州淄陵人马周所作。马嘴，娘舅，血不会停了，我回城里去了。娘娘，今天的生意结没有了，烧好的牛肉也卖不出去，你带些回去和小姑去。哎，不用。什么不用？还有嘞，这是2两银子，你拿回去补补家用啊。哎呀，我不要。什么不要？娘舅决定一定要随下。哎呀，你拿着。娘舅，你自己用。王老子，你快出来！好。什么事啊？官府宣召，所有要紧事快走。娘娘，你先不要追，帮我看着点，我去回来啊。哎，王老弟，来了。这酒店之内因何无人啊？原来是一锭银子，有人吗？来啦！这位相公要用酒吗？酒当然要用，不过这柜台之下失落1锭银子，像是你们的吧？哎呀，不错，是我娘舅不小心失落的。此次逢晚，多谢相公拾金不昧。好做挂齿。看你风尘仆仆，想必远道而来。不错，少说也有千里之遥。哎呀，远道客人，哎，快请走，我去当酒来。且慢，实不相瞒，一生身无分文，不管饮酒了，告辞。他身无分文，却拾了银子还我，实在难得。相公请坐。还有何事？我这酒店的酒啊，是不要钱的。哪有开酒店不卖钱的道理？对正人君子可以分文不取，何况你是远道客人啊，请。这皇上，那马嘴应叔叔拿来问罪呀。就照你的办。遵旨。陛下，魏征先生，你如何高见啊？那马水秀才地势必让，却是疏狂之举。但习惯习义，乃是出言规劝，不能做犯事人呐。这罪状上升，百姓纷纷传唱，洛阳为之之贵，其中可见民意呐。陛下凄凉困苦，包容万物，跟着相思酒业，光开言路之际，此事，陛下，魏征言之有理，老臣以为不可追查，以免坏了朝野大事。陛下，出马水
看来是个神才呀！马嘴，还是个神贼。请。又是酒又是肉，可我实在是一个铜钱也没有呀。哎呀，不用客气啊，我再去添些菜来。哦，大姐，菜已经够了，只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方才我一路迎来，遇见贵人违章当列，道路不许通行，只得绕道后沟而来。所以实水讨一本细细节如何啊？你看。好，热水我去上来。多谢。天地阴阳，大地八卦，吉人天相，无福无常。兴风酒店，走得看看，去品他一文句。有酒吗？先生要买酒，鱼呀！酒来了啊！呀，小娘子好一副贵相啊，让我看上一看。宽香啊，我不用宽香。哎，来来，转过身来。哟，三清之气，运之天中，无影之手，顺于地宫。正向神清，三根不断。此乃贵人福相，日后定为一品夫人啊！你说什么？此乃天机，不可泄露啊！不可泄露。不过只要你取一碗酒来，我可以为你泄露一二啊！哎呀，你笑什么？我向你满口奉承，不过是想讨碗酒喝。你，小娘子，对不起，锅里水开了，我这一品夫人啊，要到洗脚水去啦。你这秀才，为何是此无礼？哎呀，我不过是讲了句实话。你要是想喝酒啊，就给老实讲出来，我倒可以分一碗给你。何必胡说八道，骗那位大姐呢？你，哎，这。王老队，你小店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哎呀，军爷啊，你们把路都堵了，哪还有什么人到店里喝酒哦？今天是生意缺美玉。哎，我们有话在先，这是实话，可没有你的好处。哎呀，你自己去看嘛。啊，不是有人吗？你这店主无人，这是什么？你不要脑袋了！哎，军爷，他们一定是刚来的。叫他们快滚出去！欺人太甚！秀才息怒，秀才息怒。因为有大贵人要来小店，请各位暂且回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是哪位大贵人啊？不许多问。你既不讲明白，我便不追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在下胆子确实不小，休说什么贵人，便是皇帝到此，我也要见他一见。哦，俊爷啊，好在贵人我还没有来，就用他把酒喝完吧。看他这副穷酸相，也买不起多少酒。殿下，这件武具当着举荐，好酒好菜只管上，今日要大醉放血。哎，来啦！这坛好酒啊，相公慢慢用吧。好，娘娘，娘婿，开酒店的哪有灌醉客人的道理呀？可是这倒麻烦了。长官，你要他走，你有办法？这个容易呀，只要我三言两语，定把他气走。好，你能把他灌醉，我这里有赏。哦，真的啊？谁骗你了？秀才呀，你慢慢喝，我来为你宽让一下，可好啊？好啊，那你就慢慢的想来吧。哎呀，秀才应当发哈，流年不利呀。我运气是不好，你说的对，来，请喝一碗。秀才贵庚多少啊？我嘛，虚度30。吾若30之年，无及宾友之属，无应相克，六方碰壁。哎呀，不好！哦，怎么讲？秀才，你云之言堂，气色昏。淑女3情，风在心。别言一段忙丧事，儿从银堂遭胡烦。到这里乱是说对了，来，请。完了。注定命中从富贵。哪无贵呀？也叫无穷。那财穷、子穷、分穷、家穷，更加民穷。我问石口，当时感觉了残生。是在骂谁吧？骂得好，骂得好！笑什么？这种话听听大有好处。什么好处啊？污蔑诽谤之子，可以激励奋发之气。讲得好，有见识。什么见识？他骂得好，我赏他酒喝，取酒来。好，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洗脚水啊，请用吧。你哎，好。
哎，不必惊动顾客，一同饮酒，有何不可啊？是，有何不可啊？是，有何不可？店家，去3号酒来。来了。啊，来了。二位请坐。是。去。请用。哎，哪位相士何必站着啊？不管，好是，好，哎呦，这位兄弟，请了。请了。你们刚才这款香吗？啊？不错，他方才叫我看了一个好相。在下铁口圆天罡，看相八卦测试算命，百发百中，生辰圆满些。你不妨为我也看上一个相。这想得好，重重遇上；想不好，哎，只管照着相来。遵命。天地有阴八之气，天高具紫微之光，剑无坤木，搭配阴阳。哎呀，他人之相，鬼不可言，鬼不可言呐！怎么个鬼法？大富大贵，长命百岁呀！怎么，我能长命百岁？我到99，怎么来找我？3盘银子，上他去吧。想得好，重重遇上。是，多谢。哎呦，快去上。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请。秀才，因何不笑啊？我小人世之上，总爱听那些花言巧语。倘是朝廷之内也是如此，岂不为了国家大事？你这秀才，胆敢诽谤朝政！诽谤朝政，你该担保天爷。哎，讲得倒也有理。秀才，你对国家大事有何高见？受人朝政，我只有反言国策在此。你不妨看看。是。秀才，你的完颜国策，请接管。你是何人？要看我的国策？你这秀才倒有几分傲气。不知姓人名谁呀？先要请问贵人姓甚名谁？萍水相逢，不问姓名也罢，可以随便谈谈。你国策上有何高见？吾等洗耳恭听啊！是啊，我等洗耳恭听啊。世经天下，大乱之余，人丁稀少，不费担心。怎能官府不察民间疾苦，争夺不便？如何不便？此言一二。修建洛阳宫，不合时宜，动用民工10万，劳民太甚，此计亦有。哪儿呢？大官贵人违章当年，糟蹋农田，危害百姓，此计而也。这一带百姓花园并无庄稼，真是糟蹋农田。这一片白雪之下，还是国度的文庙，难道贵人连这都不知道吗？这放肆，全是胡言乱语。违章当年，
自古有之，有何不可啊？哼！当初隋炀帝违章当廉，他官贵人趁势把转弄年，检错之间，真说无妨。啊！你把当今天子抵着隋炀帝吗？秀才插言，迎上京，怎弄我贞观天子，一世名。君临天下第四载，此次在言就不能，巧语也在暖心心。上去，上酒。是。秀才，我家主人上你酒，快快磕头。磕头？你家主人是谁呀？我问是谁，上你酒去，便是你天大的福气。月生虽穷，不缺嗟来之食。哎呀，这酒嘛，只配我喜结。原来是方中不老，一筐昂生。你找死！你别了！你广深不足取。我们这是。去赴举荐。哎呦，忘了，快去赴举荐。是。哎呦，哎你，哎呀，喏，这是酒钱。啊，多谢了。哎呀，不要这么多，不要。够了，就赏着你了啊！小娘子啊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在看什么？这小娘子长得不错啊。哎，师傅，你师哥不是想讨一房小吗？这个小娘子怎么样啊？回去再商量商量啊。走，哎，好，请。哎呀，马相公啊，你用贵人的酒洗家，谢谢冲着大哦。我马贼从来不怕这些豪门权贵。哎呀，这样做人是要吃亏的哦。娘舅，这位相公生得好啊！相公为人当其好，参言兔女见身高，句句是黎民百姓心里话，欲何必见了权贵便弯腰？但愿相公把关中。造福苍生，落下
眼下天寒地冻，你怎可美玉无惧呢？是啊，马相公，何况你拾金不昧，这几碗酒算得了什么啊？哎，快穿了去啊！哎呀，这么穿去，老伯，穿上。好。此次我把这多谢了。马相公，还有事吗？马相公，此去何往啊？长安镇。长安镇里可有青玉吗？并无青玉。你身无分文，玉无青玉，到哪里去落脚呢？是今天子早宴，我去找盐官。好，你去找盐官。倘若天子爱言，你做了官，但愿都为我们百姓说话。那是当然。万一你时运不到，遇了难处，可到一个地方去对本。哦，什么地方？交房绝色金香，门前已是腊梅花，腊梅。腊梅是玉小店，走投无路，是你家，是你家。马相公，这上面都写清楚了。那啊，你是？你看。好，请稍等。老爷，有现在就见。姑娘们，下去吧啊！不走自凭马走啊！那个帝师洛阳宫的马走来了，皇上正在打听他的下落。好，有请。是，有请马修在。岳升马贼传见赵延关主大人。免礼免礼。啊！
很得意吧？月生节日不识泰山，与世礼仪。王大人，嘿哟！你的财源在新丰小店已经有交过，皇手不作取，朝廷也不用你这样子。回去吧。大人，月生千里而来，专为朝廷献上繁衍国策。王大人，转交皇上。在新丰小店，你不是瞧不起我吗？不是不让我看吗？怎么了？现在来娶我了？什么东西？滚！你什么早言灌醉，竟是此无礼！还想个朝廷领官吗？放肆！大胆广东，原来赵言官无理取闹。来人，将他赶出去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到皇上面前告你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到皇上面前告你去！有乱棍打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呦！月娘啊，天在下雪，多住几天再穿嘛。娘亲，我出来10来天了，小姑一直在家，我不放心啊，我会再来看你的。月娘啊，风涛难处，求讨娘舅这里来啊！知道啦，娘亲，外面冷，快进屋去吧。当了，哎，5两银子，3个月担当啊！那票据拿好。店家，结账了。来了！啊，2个毛头，一碗羊肉泡馍，40分钱。好，愿意。没有钱吧？啊，来啊！啊，你听我说。怎么想来砸？不，我是有5两银子，放在血库里，转眼不见了。破了一个洞，这银子装得到下，想来去把砸。哎你，哎呀，砸得哎呦，砸主席，主席，我怎会真心赖你们的账呢？那抵你反间，给了吧。哼，这人不怕懂事啊？啊？